手把手祷告手，看起来很热闹的一群人，是透过洪桃梅老师他给我们办的一个彩色粘土派对，就是让小朋友跟大人亲子之间可以透过粘土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在纸上先挑出代表自己心的颜色，再画出代表家的空间，这是物理反应。摆进去的粘土呢，代表心理的反应，让这些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表达他们是不是心心相印。心心相印实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但有时候我们的心就已经是像石头的心，但没关系咯，上帝允许我们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因为肉心才能够感受，才能够彼此来体贴，彼此心心相印。感谢一件事，今天领受从神来新的心，愿意跟家人心心相印，恳求主帮助我们跟什么人在什么事上得以心心相印。家庭也一样哦。今天我们透过彩色粘土派对之后，我们要重新能够心心相印，那么愿意从哪里开始做起呢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